要退缩，因你在创世以前结顺了我。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患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你的旨意超乎我。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但以理书第5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凯安长老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谢谢你赏赐新的早晨。主啊，我们愿意在每个早晨来仰望你的荣美，要歌颂你的慈爱，用感恩的心来领受每一个新的早晨。主啊，虽然在每一个新的一天仍然会充满旧的问题，但是我们期待在每一个新的一天当中，可以从你的新的眼光来看见新的机会，从你的心意来洞察新的思维，从你的双手中领受新的能力。谢谢你，我们要用你的话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一天。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在但以理书昨天看到的是尼布甲尼撒他再一次经历到上帝的大能，在他的意象当中，梦境当中，由但以理来解梦，并且来成就上帝所成就的，让他经过了7个时期，恢复他的理智，所以他用了一封昭告天下的书信，来用亚兰文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上帝的作为。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第5章，是伯沙撒王的宴席。那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伯沙撒王用圣洁的器皿来摆宴，而却有异象出现在墙上，让王和全部人惊惶，而没有人能够解释墙上文字，所以皇后建议但以理来解释。但以理他没有要王的奖赏，但他为王来解释这段墙上所写的文字。而最后伯沙撒虽然他有尼布甲尼撒的前车之鉴，但他因为骄傲自大，所以上帝把这个巴比伦帝国分裂给了马代和波斯，甚至在但以理书的记载是当天当夜就应验这样的事情了。那尼布甲尼撒做王总共有43年，后来由他的儿子以位米罗达接替2年。那2年后他儿子死了，就接着由他的女婿尼甲沙利薛接任4年。好，那尼甲沙利薛只有4年之后交给尼甲沙利薛的儿子拉巴西米罗达，只有不到1年的时间，再给他另外一个女婿拿坡尼杜，那有17年。但拿坡尼杜17年当中呢，跟他的儿子伯沙撒共同执政14年了，所以这个最后呢是尼布甲尼撒的王位新巴比伦帝国，好，然后最后来到了这个他的孙子外孙像我们说是外孙。那今天也会看到的是这个伯沙撒以及伯沙撒的母亲李道奎斯李道奎斯，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写的虽然是儿子的父亲，但是呢其实是指他的外孙。好，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出现在第1章到第4章，那第7章的异象当中也隐约提到尼布甲尼撒，那他在位的期间，但是接着是他的儿子2个女婿，然后接着是他的儿子、女婿、外孙，好，那最后是在第5章、第7章、第8章，我们都看到伯沙撒的期间，也等于是巴比伦帝国要灭亡的这个最后一个王的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在这10几年当中好，那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好，先请凯安长老带我们来读第5章的1到4节。
有一天晚上，伯沙撒王邀请1000名大臣来参加盛大的宴会，饮酒作乐。正当大家畅饮的时候，伯沙撒下令把他父亲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抢来的金杯银碗搬出来，好让他和他的大臣、妻妾、妃嫔用来喝酒。侍从立刻把那些金银的杯碗搬出来，让他们用来喝酒。他们一面喝一面歌颂那些用金银铜铁木石头制造的神明。好，那再从第4章来到第5章，好的时间已经相隔30年，因为我们刚才们看到这些的王，好，那大概加总起来已经相隔30年。那但以理在这个时刻大概也已经有80岁左右。好，那他80岁，好，那没有出现在这个宴客的当中。那有可能是他退休，有可能是他不被重用，有可能是他被遗忘。好，那但是在这个历史上记载这个时间呢，好，是在主前的539年的10月，539的10月，好，在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天。那宴客当中呢，好，超过了1000人。好，那并且呢，好，在1000人的宴客当中，他们把耶路撒冷抢来的这一些的圣殿的器物，就是由尼布甲尼撒抢来的，拿来当做这些餐具来使用，而不是敬拜上帝，所以这件事情也得罪了神。接着我们再请看让我们读第5节到第9节。忽然间有一只人手出现，用指头在王宫的粉墙上那灯光最亮的地方写字。王看到那只手在写字，立刻脸色变白，吓得双膝颤抖。他大声呼叫，命令人把巫师、术士、占星家召来。他们一到，王对他们说：“谁会读墙上的字，解读他的意思？我就赐他穿王的紫袍，戴荣誉的金项链，在王国中居第3高位。”王室顾问都走上前去，但没有人会读那些字，也没有人能解释他的意思。伯沙撒王非常惊慌，脸色变得更苍白，众大臣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这里讲到在宴会当中，有人的指头，好，那现在这本说有一只人手，好，那原文就是指手指头和手掌，就是只有在这一段当中，并没有整个手，就看到一个手指头和手掌出现写字，那写了一行字，但是呢，王除了大家很惊奇惊讶之外，王下令了来翻译这字到底写什么。好，那这是这个拿坡尼度第17年，就是伯沙撒第13年。好，那其实在这段期间呢，好，这个波斯和巴比伦就已经开始在战争。好，那可见在战争当中呢，好，他居然还可以大摆宴席，毫不当一回事。好，那但是呢，这个伯沙撒呢，好，派人说，如果有人解释，他就马上赏赐给他荣誉黄金紫袍，甚至王国中居第3高位。第1高位呢，就是他的父亲拿坡尼度；第2高位就是伯沙撒，因为他们是共同执政，让他列居第3，就是他希望能够给他奖赏。好，再请看让我们来读10到12节。太后听见王和大臣呼喊的声音，就进入宴会厅，对王说：“陛下万岁，请不要惊惶失色。在你国内有一个人，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他同在。你父亲在位时，这个人曾经表现超人的才智和神明一般的智慧。你父亲尼布甲尼撒王委派他做所有占卜家、巫师、术士和占星家的首长。他有异常的能力，有智慧和特殊才能，会解梦、解谜、解释奥秘的事。所以请派人召他来。他名叫但以理。王又给他起名叫伯提沙撒，他会为你解释这些字的意思。”好，那这个讲到太后，好，那这太后就是伯沙撒的母亲哦，就是拿坡尼斯的太太，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女儿。好，那但是这里的经文当中写你父亲尼布甲尼撒，那这是因为亚兰文
跟希伯来文当中没有孙子这个字，那会用儿子来统称，所以他们就没有阿公这个字，所以他就是一律都用父亲，所以有时候要用名字来看出这是属于他的谁生谁谁生谁，那所以他说谁的儿子的儿子，好，那在这段记载就是指这是他的，如果我们今天的翻译就是他的外公，在任期间有一个伯提沙撒，那就是但以理，那这个李道奎斯呢，尼布甲尼撒女儿还记得他的父亲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跟他的儿子来提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呢，他心中光明，那他12节说他有异常的能力哦，那和本翻成他有美好的灵性。好，那这一个呢，在第4章9节、第6章3节都是这样形容但以理，甚至是说他有卓越的灵性，那所以有智慧、特殊才能，能够解释各样的奥秘。好，那再请看到带我们来读13到16节。但以理立刻被带到王面前，王问他：“你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犹太人但以理吗？我听说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你同在。你有才能、知识和智慧。我召这些顾问和巫师来，要他们读这墙上的字，为我解释字的意思。可是他们都不会。我听说你善于解释奥秘，也会解答疑难。如果你能读这些字，为我解释字的意思，你可得奖赏，穿王室的紫袍，戴荣誉的金项链，在王国内居第3高位。”那所以但以理可能是因为退休或是不被重用，王连但以理是谁都不认识。那这个曾经是尼布甲尼撒最重要的这个大臣，那派他掌管整个巴比伦帝国。可是伯沙撒呢，过了几代之后，或是换了几个王之后，伯沙撒对但以理呢一点认识都没有。那所以他这是和但以理可能是第一次的相遇哦。好，那即便呢王要奖赏他，但以理却拒绝。好，那我们再请看上他们读17节到21节。但以理回答：“请陛下保留奖赏，或者把它赐给别人。我要为陛下读这些字，并解释字的意思。至高的上帝使你父亲尼布甲尼撒成为伟大的君王，赐给他光荣威严。因此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都畏惧他。他操生杀大权，也可随时提升或贬低人的地位。但是当他心骄气傲、妄自尊大的时候，他的王位被革除，失去了光荣。他从人群中被赶出去，不再有人的心智，只像野兽。他与野驴一起生活，像牛一起吃草，所以在野外受露水浸湿。最后他承认至高的上帝有权掌管人的国度，有权把国权赐给他所选择的人。那只不过发生了30年左右，过了30年左右这个伯沙撒王都忘记或是不知道这件的事情。那但以理来到了伯沙撒面前，再一次不仅是拒绝这些的赏赐，甚至呢他也把30年前这个尼布甲尼撒所在他身上成就事情再一次来复述，再一次来提醒。是因为他心骄气傲，妄自尊大，王位就被革除，失去了他的光荣。但最后他承认至高的上帝有权掌管人的国度，上帝有权把国赐给他所选择的人，那上帝才让尼布甲尼撒恢复他的王位。昨天我们第4章所读的。那但以理呢，还是对伯沙撒有一些的建议啊，所以22节到24节，我们再请凯恩长继续带我们来读。伯沙撒王啊，你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你虽然知道这一切，却不知道谦卑，反而骄傲，敌对天上的主。你把从他圣殿抢来的杯碗搬出来，给你自己和你的大臣妻妾妃嫔饮用，并且歌颂那些用金银铜铁木石头制造的神明，就是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什么都不懂的偶像。你没有遵从那位决定你生死掌握你行动的上帝，
所以上帝打发一只手来写这些字。那伯沙撒这里是讲到儿子啊，好，但是我们知道在亚兰文、希伯来文当中，好，意思是儿子啊，但没有孙子这个字，只能用儿子的儿子来表达。那但以理对于这个伯沙撒的执政是啊，在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呢，可见他也是看在眼里啊，好，甚至他把这个圣殿当中的器具都拿来赞美称颂偶像啊，好，这件事情更是得罪上帝，所以上帝直接显现，然后用一只手写出他们所看不懂的文字啊，说这一章会让我们想到。当时这个巴比伦就是当时的巴别，他们想要盖巴别塔。为什么想要盖巴别塔？因为他们语言互通，他们互相知道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上帝就在巴别变乱口音。但是这个巴比伦帝国再次兴起的时候，上帝要再一次变乱他们的口音。上帝随便用手一挥，写了一行字，就让他们看不懂。好，让他们以为他们又可以掌管世界的时候呢，上帝却在这当中又要再一次的拆散他们的这个骄傲。好，那最后我们来看这段字的意思。好，请凯恩长老带我们来读25到31节。这些字是数算，称一称，分列。数算意思是上帝已经数算你国度的年日，使国运终止。称一称意思是你被放在秤上称了，称出你分量不够。分裂意思是你的国要分裂，归给米利亚人和波斯人。于是伯沙撒立刻命令侍从给但以理穿上王室的紫袍，戴上荣誉的项链，又宣布任命他在王国内居第3高位。当晚巴比伦伯沙撒被暗杀，62岁的米利亚人大流士夺取了政权。好，谢谢。那这个手墙上写的文字，但以理，好，他一下就能够解释出来。好，那这解释出来呢，就是这是赫本是写他的原文啊，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好，虽然是用亚兰文写的一段话，好，但是可能在当时的拼音或拼字，好，是当时的人没有办法拼出的。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上帝数了又再数。那但以理解释这个数算，就是已经上帝把你的国度年日数算完了，好，你的国运将终止。称一称就是你被放在天平上给称的，称出你的分量不够，所以称出你的亏欠来。那分裂呢，好的乌法尔辛就是一半，好，就是1/2，你的国要分裂，分给米底亚人和波斯人了。那这个伯沙撒呢，立刻命令，好，就是他还是遵守他的诺言，好，因为他想要赶快对但以理好一点，让他穿上王室的紫袍，戴上荣誉的项链、金项链，还让他在王国当中内居第3高位啊。这从他年轻的时候为尼布甲尼撒解梦，好，他就已经都是居这个王之下好的高位，好，他并没有相信他并不是很稀罕这个事情。但是呢，30节讲到当晚哦，巴比伦王伯沙撒被暗杀，然后62岁的米底亚人大流士就夺取了政权。好，那新巴比伦帝国好就结束了。好，那在这个文字当中呢，好，就是用这个重量好，然后来上帝就是直接告诉伯沙撒，他在这个位置上面呢，他却没有展现他应该展现的，所以上帝呢就把他从这个位置上面给拿下来，同时呢还把这个他的祖父所建立的国呢分裂给波斯啊，所以他的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在天平当中，他是显出亏欠，他并没有扮演这个上帝给他的应该要有的价值，而他的上帝呢，就把他的国好像折一半，好，那就分给了马代人和波斯人了。好，所以在这个先知的以赛亚书200年前的以赛亚书13章17到19节，200年前，上帝就已经预告他要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
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所多玛、俄摩拉一样。所以200年前就已经预告，这个国家都还没有开始，上帝就已经预告它的结束。耶利米书我们读完之后也有看到，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它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这是耶和华报仇，为自己的殿报仇。所以在历史上的记载呢，尼布甲尼撒死后不到10年了，这个拿坡尼他或是拿坡尼德就掌权。那但是呢，他又离开了巴比伦，去阿拉伯的沙漠，所以任命他的儿子伯沙撒共同摄政。那在公元前543年，为了防御波斯人入侵，拿坡尼他就是拿坡尼德他才又返回巴比伦。那所以他在巴比伦是在两河流域的交界当中，是一个非常肥沃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古列人呢，古列呢，他就是从北方就是来攻打巴比伦。那他因为伯沙撒的狂妄和轻敌，所以巴比伦的众臣都被召集在宴席中饮酒作乐。他的父亲都已经赶回来要防御抵御这个波斯人了，但是他却在那边大摆宴席，没有认真的查看城防，所以居鲁士找到一个废弃的河道，然后让幼发拉底河改河道，从原先经过巴比伦城的那个河道呢干枯之后呢，晚上波斯军队趁着夜色走过护城河的河床，抵达城墙下，发现城门居然没有关，所以长驱直入，没有人组织抵抗，不费吹灰之力就杀了巴比伦，而当夜伯沙撒便被杀。但在记载当中，在这个居鲁士呢，只杀了亵渎神的王国昏君伯沙撒一人，所以是把整个巴比伦帝国把它承接起来。巴比伦帝国的历史也到此终结，巴比伦也在以后的历史变迁中荒废，最后成为一片废墟，一直到今天。所以从巴比伦，它在两河流域当中，后来是马代、波斯一南一北，然后呢，他们联手取代了这个巴比伦帝国的版图。那在主前550年，他们就开始来攻击。那甚至主前546年，在这个土耳其的吕底亚，然后又来占了在这个就是波斯马代一直占到这个吕底亚，然后再回过头来占了这个巴比伦，最后也在525年来占了埃及，然后来建立了一个欧亚非三洲的一个超级强权帝国。但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意象当中，波斯它是这个银的凶，它的价值呢还不像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时代是一个金的头。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想起箴言3章11节，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那这是所罗门对他的儿子所说的话。同样身为尼布甲尼撒的，不论是孙子或儿子，但是呢没有记得他父亲祖先上帝的作为管教，不过才30年后就已经轻看，就已经厌烦，甚至呢还做了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诗篇第一章第1篇第1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但以理呢，他也跟这一项的王呢，这些人呢划分，所以他并没有参与，因为有这个1000人的宴席，那甚至波斯王的时候是10000人的宴席，但是呢，但以理却有自己的奋进，他不在做亵慢人的位置，来玷污自己，所以他也能够躲开这一次的这个亡国的灾难。那以赛亚书21章第2节，有7场的异象向以赛亚来揭示，这也是200年前，诡诈的在行诡诈，毁灭的在行毁灭。以兰呐，前进吧，马代啊，围攻吧，我使他一切的叹息停止了。
所以上帝都已经点名计划他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所梦的意象，还有甚至在这之前上帝所借的先知的预告预言，上帝所要做的事情呢，是没有人能够去预测，甚至虽然当代的人不懂，但是呢，读圣经的人，或是回过头来把神的话拿起来思想再思想的人，他就能够明白上帝的奇妙。好，谢谢凯恩长今天带领我们读经，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但以理书当中看见上帝你的奥秘，也看见上帝的奇妙当人的心骄傲的时候就是败坏的开始。尊荣以先，必有谦卑。求主赏赐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经常思想上帝你的话语，来思想上帝你的作为，好叫我们知道如何来审慎，来面对每一天的日子，也能够在上帝你的旨意当中，能够来成就上帝所要成就的，再次救我们脱离各样的凶恶，不叫我们进入各样的试探即便是亵慢人掌权即便是那不相信上帝的人成为我们的上司，但是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国度环境当中，如同但以理一样，能够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感谢牧师，谢谢，谢谢，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你必引领我走进风山广阔之地，你恩典总够我用。原来苦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刚让我看到你的心事，终于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终于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我生命所有都交托在你的手里。耶稣，恳求你以大能覆庇我，你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绝望和孤单不断地追赶着我，你却是风雨中的避难所。耶稣，唯有你了解我忧伤难过，你一定很手安慰我，拥抱我，擦干我眼泪，医治了我的伤痛，用信心重新开启我的眼光。原
原来哭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耶稣，感谢你一路上牵引着我释迦的路，你与我一起走过，你走在我前头，鼓励我不要退缩，因你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原来哭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在这时候总是我看不透，你必引领我走进风山广阔之地，你恩典总够我用。原来哭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终于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终于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我生命所有都交托在你的手